惊死了伊个囝，就设一个路站，专门替迄个修行人咧洗脚。因为修行人较早人讲行路拢无想鞋啊，迄个修行人来到迄个所在，环保禅师因妈妈会甲请来讲，拢帮伊洗脚。因为环保禅师伊个道教有一项技啊，因为伊目睭无看啊，伊只要甲洗脚，拢就知我拍这个物件。结果呢，伊就我这个话，经过一段时间，环保禅师伊摸到了后。就转来看伊妈妈，转来看卖啊。结果同款到迄个所在，咱陪妈妈洗脚，陪妈妈洗脚，洗啊洗，奇怪啦，洗唔係正腳變做腳，做腳腳洗無，就洗了，伊知因媽媽聽平安就離開啦。結果等着因錯咗啦，買咗，就轉來媽媽講，我家看恁囝做轉來。哟，我才感觉讲咱真熟悉，因妈妈搬水去，结果青面啊，无说换鞋啊，就是。死去了后，因故乡的人真愤恨，讲你这个囝，你害你妈妈死掉，就做不好。因为害你妈妈，就要将伊换落起来死，哎，就拖来。王婆传说等到看到因妈妈的尸体时阵，讲起来，真伤心。才丰富的。咱在世的过程当中来讲，你做求道究竟这个是功用，你做成道究竟这个真条件，这我是不敢讲的。伊讲一环保禅师，伊就是应验。伊讲真正气温一无为，真实报温者。我要报温，就爱互我要做我真正要报温，就爱超过我的皮肤。伊啥物应验？讲佛教讲，一做成道，救足成德。讲你一个后生若成道，伊究竟这个可以条件，自足不言，自负忘记。较困难是安尼，自负菩萨你搞起来，你讲袂使话，大家知影？佛法你袂讲袂使。佛是真理者、实理者、不公义者、不义者。讲了，天学上，我用这150层来显示，在空中将妈妈的尸体，将妈妈的身躯打开，那是一个天学上的。了是讲真啊，一主修道，救足成德，这是千军万马。所以咱今日咱修道，咱不但要帮助自己来发展城市国家，甚至咱要担着咱是救人去做的修道。都有准备，真准备。若讲身体我愈受之父母，不敢非常孝之死啊！就显现到农民以后呢，以见父母孝之忠。这在孝经来讲很清楚。讲起来，若讲有孝，真简单。你小孝，我就互伊食，互伊穿，互伊住，艰苦出来叫看病，咱做我听伊话，安尼就好。但是真正要报迄个大头，报迄个大头，就爱去先行到才到哪，开放先到，那是真大方。修道不简单，修道一利益，修道一跟咱这体会。所以咱来到这个做点会体经验，咱所面对的经验太多。这个高他一点来卡，来卡了，没过关。好，咱别讲，咱来转化这个经验。所以讲咱所讲到，咱主地爱摆脱主地的经验。
自己要摆脱自己的层面。这关卡我头先讲，所以咱要开班，就是要帮助咱自己，帮助咱受到，帮助咱来经过这个人生关卡，帮助咱受到这个关卡，哪有咱不会？咱如果听道理，咱如果有班，咱的内心如果有用，咱如果有了外在有了主角，咱的把握，我若如果咱就刚讲话，迄边破坏要咱，其实是我们可能有咱，是我有咱。啊，我若做有咱，你边啊有咱的，受到过有迄个，咱是要把握。我若有的话，袂管。我若这种有，我就会管。所以外在若愈强，咱内在会更加强。咱若内在强，外在就强；外在若强，咱内在就强。真正。所以咱的道理若愈强，咱的道心若愈强，咱的理念若愈强，咱的信心若愈强，外口的经验。的关卡，咱可以过关。所以圣灵来到世间，伊嘛是经过人生关卡，伊嘛是经过到时代关卡，但是咱拢一直来过关。所以圣灵先佛就是一个强者，是一个强者，是一个勇者。这种关卡我是受着，安尼的意义呢？真强。咱人的理愈强，愈会破病。这个囡仔，莫讲囝，咱人，咱的免疫力若愈提升，咱这个人愈会破病。为什么？迄个地方要愈强，迄个病毒真歹受着。若你感冒，伊就感冒；若你抽烟啥，伊就抽烟啥。同款意思。咱受到若有真理，若有圣灵思想，有圣灵的理解，有圣灵的观念，那你利用啥？我利用啥？留言是我在留言，我的心地留言。为什么？我内在有内在，就会甲你互信。那呢，咱面对这个世界的经验，咱就必须要有这个。甚至面对这个经验切切，咱嘛是去话做改。所以圣灵先出来到世间，以在定边，在境不比境天，在用不以动人。这不是呢，强者。伊的强，毋是讲伊的心在作用；伊的勇，毋是讲伊的心在作用的，是伊的核心强、力量强。这种信心强，任何难关我都去打破。所以讲，圣灵就是啥？乱世家庭，圣灵先佛是咱乱世家庭，伊只出世拢是乱世。那太平圣神呢？圣灵先佛本来，倒是乱世的时阵才出圣灵，啊那太平圣神的时阵才出圣灵。所以讲咱今拢出来就乱世，乱，人生乱世为乱。分理乱，统统乱。咱在这乱世当中，咱要做一个家。唔好叫世界的经营小小来干家，唔好叫世界的经营小小来干卡，唔好叫世界的经营来干做改。安尼咱就是一个家。但是咱要做来提升咱的免疫力，咱来补充。所以咱老一辈人讲，认真学习。
阮认真学习才能苦练自信的。这个囡仔若这个囡仔愈认真，这个囡仔愈认真在读册，愈认真在学，这个囡仔愈有信心。迄种力量就产生出来。所以咱若愈无学，愈无学习，咱就愈无力量，这个成就就愈无。安尼我话说，甚至认真修持才能精进稳定的。而且讲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要把咱做这个方法的。咱愈认真修持，咱愈咱个人愈修持，咱的力量愈稳定，咱的道德愈稳定，袂动摇。安尼，咱要突破这个地点，这个关卡，就比较关键。哪无呢？咱搁容易倒，咱搁容易倒。所以咱今日，咱莫互人讲一句话，咱莫互人做一件代志，来家尊重。咱讲啥？这个时代吼，在食菜在行道，从学校去做兵，食菜，这种，你啊，食菜，我做来，我知啊，买起来。讲阮考试吼，惊成绩，我就我知啊，不可怕。咱在当中，咱嘛敢讲，咱在社当中，咱的朋友嘛敢讲，嘛去听的，这种白事，这种暗号，安怎搞？这个人缘叫啥？人缘。因为咱所面的，咱所面的人叫做人事物啦。那么这个物件，这个当中，多多少少拢会甲你干扰，拢会甲你阻碍，甚至在动手的当中，伊就咧做款代志，哪一条都无。咱的平常是误会，咱的平常一件代志，咱的平常一个行为，尽量做好，其实做好的准备，是家己的身上。当然，伊的修持愈好，做的准备咱愈快乐。但是伊的修持无好，无等于就无好。这个做的人，并不是讲伊无迄个实性。这个做事的人，唔是讲伊一定无实，唔是讲伊他无实。我记唔是啊？咱袂成佛，咱爱袂成佛，唔像咱无实。圣贤成佛，唔是讲伊修道啊、修圣贤啊，伊才有实，唔是啊。所以讲，咱唔能叫世间的经验、这个因缘因素来甲影响，甚至咱莫讲因为咱的工作、咱的家庭、咱的环境、咱的种种，来甲咱干扰、来甲咱困住，安那呢？真可惜。咱若讲因为我受到过程奇怪，我受到较苦难吼，啊，佫会艰苦，啊，佫会破病，咱道咱无宝贵的，生活无宝贵，咱这个环境错。咱人来到世间，已经生老病死。佛祖伊咧开口的时阵，嘛是破病。讲性命在伊人生过程嘛是破病，何况咱是个凡体，何况咱是个凡体，咱莫因为环境无好，就来去受罪。所以咱始终来讲，咱唔通因为工作，咱莫叫工作来甲你盯住，我莫就是啊。咱莫叫工作甲咱盯住，咱莫叫困难甲咱困住。即係講莫有困難甲咱害死，哇！是真係困難哦，我無來，會驚的，是袂真通過講對，會驚。但是嘛講，咱莫叫環境甲咱困住，環境。講咱莫叫因咱生活環境甲咱困住，咱莫叫因為，咱莫因為啥？因為工作，才甲你。咱嚟到世界上講，咱所有唔了解，咱有工作，咱有環境，咱有困難，咱有種種代志，咱拢莫叫來困住。所以講，關卡就嚟卡，那麼卡嚟卡住，卡了誒，袂當控制，袂當控制。所以講嘛，咱
后摆做议会的关键。你讲做地方做法，其实拢正是这个是议会叫签。经过长时间了后，慢慢伊会反过来，伊会软过来。啊，我见人行路专心，咱就较习惯，咱习惯，慢慢伊会帮助咱，慢慢会帮助咱。这种就是这个。所以讲，咱外在只要咱老百姓做管，其实外在的管是真正的管，真正的管是咱的内在习惯。这管是太难过，一直都是心灵。啊，当然讲外在的，只要我若有心要想到，这个管较是管较。只要我有坚强的心，我有信心，我有决心，这个管我可以做好，啊，哪一这个管较。所以说，这个管较外在这个底层的人，换时间伊会无去，可是外在这个习惯。就比较较固定，人讲头难过，心就过。为什么？普通咱若讲一个囡仔出世呢，或者讲按头生出来，若按骹生出来就你袂过。为什么？头若过，心就过。咱的心若过，一切拢是过。啊，我讲，伊为着经管。就学点，就事业，就啥物？其实伊的心若莫集中，若莫痛苦，伊若放下下，看会开，无代志。为啥物？伊心管已经过，就无外在关卡。就是咱内在有心管，才有外在关卡。咱内在心管若是过，就无外在关卡。这是一定。所以圣灵先分来到这样有外在关卡，有外在阻碍，都是伊的心无阻碍。因为外在经验，跟你心无内在无经验。你看，咱大家讲环境经济环境，互人侮辱，行为骹只叫扫帚，伊心无相差，为啥？伊习惯的，伊无内在习惯。啊，讲咱我行去人所在，人家扫我骹只，这是多大侮辱呢？你看，咱超平做袂落，咱做袂落，你看，咱的习惯无对。非常出名，非常健康。甚至受到一个无光者，咱做有讲吗？咱就惯起伊，咱就惯起伊，咱就不改，哪呢？咱的习惯无对，咱的习惯无对，是比外在这个光较无对，拢无对。你内在习惯哪对，哪是对，就外在光较不同，安尼不简单。但是咱内在这个习惯，自然。他把你外里来，咱都无过。心受到受心的，拢无人讲啥，受到受心，这是在心。咱有啥物心？有够的心。咱若讲来讲，咱受到就是归于真论。受到一个对，一个自归呢，向外归，一个向后。咱内在的真论，咱来向外来归这个真论，要拄强调咱自性中的神经。咱就恶道心，咱就执道心，执道心，咱就自私自利心，咱就控告心、慢他心、偏阴心构成。这个心就是讲呐，咱内在神经。少一点，这个经验才能考到我，才能少一点。所以讲，若做环境来讲，自心救心，无边是管道。自心的救心，外在有两个境外，咱内在咱的救心。修道就是要过咱的习惯，就是要度化咱的内在的救心。咱内在的救心是无边无穷。所以讲，自心救心无边是管道，爱做啥？靠咱真理来做，这就是自求自度。
真多。所以我们读主角，就讲咱主角，咱主性中不是就，咱们这人还可能各主为，可能不人懂，分别咱来大咱对来做经，爱可能主地的经文，大咱对来做经。所以讲这个经典咱考到完，咱要想去改换，去改换，还有啥科学的？你做啊，不也心态这样？那讲贪心，讲呢，贪心之三毒，这三毒是啥毒？世间的毒，就是咱毒害咱人的身躯啊！贪心之三心，就是咧毒害咱人的身躯。咱若贪的，这个贪会使讲自囡仔好，大人好，用来都大个贪。过去有一个囡仔真贪，糖块，我糖啊！甲妈妈讲嘛，妈妈我是要食糖啊。妈妈讲好，我去摕啊。啊，你看就蠢样，我骂就骂啊，你怎么我摕出来？我也好，你妈讲惊奇怪，囡仔食什么上来欢喜，啊，太爱好啊，结果就是骂啊上大骂，手也摕进去了。你妈妈讲，啊，你著放小看落去，啊，摕出来。怎么放是吧？你看这个，你看，咱人的贪，就是啥？我看，你要背出来。叫你说好啊，咱可以改。人讲人心比高，人心十八高，天有万物，天足万，不过天也阁无够万，咱人的心都比较高。我有了四句话，咱就注意了。如果汉武规定用作先，汉武第个做皇帝啊，讲皇帝都不够，做先都够。但是做先的时候呢，伊讲朝中几乎苦无钱啊，过去朝中真正几乎到后边，讲我太空无钱。伊讲。相貌照赢良人去管，法律相貌都有够水啊！赢照来讲话都有够水，这个环境也搁较大一点吼，这片仔都较平，这一个搁较细个，面貌搁较白个，就够水。法律相貌都有够水啊！讲爱照赢搁良人管，佮讲啊，批祖分乡足实个，批祖食到820岁，啊，佮讲伊作长辈，啊个成个很费钱，咱人的心会贪，不强不强。咱来到这样子呢，贪在边缘，刚刚比这边缘跟玩手条，咱就要改造。咱过去咱们听个故事，人心不足，邪不强。咱是看卖可怜。若讲伊就事实来讲，敢有可能，就要抓，互你无会啦。只伤较大只，安尼较推得落吗？哪个人讲出话？啊，这是个故事，我台湾讲很多人。枪啊，就是人的命。安尼，这个枪呢，伊单挑是要做啊，挑是要大，等于饲是啊大只。啊，有一天呢，枪因妈妈所来看病，听人讲，要听人讲，咱嘛熟悉。讲就爱食蛇肝，才会好。食蛇肝，即摆就讲诶，啊这。
参详，叫伊蛇干一块，就去参详咧。伊讲我妈妈吼，伊讲我妈妈靠病啊，我需要蛇干吼，这样子好。讲麻烦你吼，你的蛇干一块。那么这个蛇就讲吼，我主人咧讲嘛吼，佮甲我饲，佮甲我救命，我嘛是我的恩情啦，好啦，阿紧，我一块互你，但是你就爱生出来。伊讲，伊若想开开，我想开开互你收去，啊你我一块好，不来做。啊即嘛，伊讲好啊，我迄个心吼单纯啊，即嘛就变我一块啊出来，就摕起来慢慢食。啊，可能食了好啦，我毋知影啦。啊即嘛就就讲哦，遮好用，咱你心就痛啊。我即嘛人好啊讲哦，你遮好用，我无摕一罐袂使。即嘛好啊讲你通搁摕，你通搁一块啊无啊？即摆你就讲，你讲看遐条件，讲好啊好啊，即摆搁一块啊。你入来搁试出来，即嘛吼，即嘛这枪啊，砍落就行了。即嘛我即摆即摆入来吼，你讲你搁条件无机会啊。即摆入来吼，就好甲看，破皮互你看。即摆我来听啊，即摆蛇看，忍袂了，我蛇吓起来。迄个蛇分枪，安尼，其实迄种比喻，种个形容咱人的心，迄个贪欲的心是无止境的。若无一尾蛇要分枪无可能，迄是讲咱人的心吞入去蛇的巴肚内，咱人迄个心就来到枪啊，就食。所以咱人天高地高，人心怎么个？天的原是原，咱的人心会贪心在原。所以咱的，通讲咱的欲是海啊，欲海无止境啊。啊，天都吞袂起啊！今日靠有钱，又搁靠有钱；今日靠药，又搁靠药；今日我水，又搁靠水；今日我做较大，又搁较大。咱的贪欲，目前拢无停过。啊，那呢？种咱的贪，咱的内在经验。已经甲你关锁咧付，互咱的自信袂当去达到迄个至中至上迄个所在。所以，心有所贪欲，而心决定。咱的心，咱的自信就喺度，叫所谓前兆。咱的贪欲会来干扰。所以，咱思维咧爱偏利用，爱偏利用。这个叫人偏目标，咱就无做动作，咱就无行做动作。即管咱哪会，即管咱哪会，咱就会去观看。咱可能已经管理会啊。所以讲为什么要讲万兴管，叫咱来布施？伊就布施这个是上界一个方法，叫咱定来布施，这个方法就能讲。足自然的，咱是帮助啦，是去援助啦，是去布施。咱住在迄个内心的贪就袂行咧，都不行了。所以要多万年观，迄个布施这个不了。啊，贪叫做重心啊，贪叫做重心啊。所以佛是要度众生，所以布施叫做佛。你啊，佛来到世间是啥？在施无畏施，伊拢一直布施，布施伊爱心，布施伊无畏心。布施伊生净的心，布施，伊拢无贪，伊拢无自私自利，伊拢下地为利，哎，可以学佛，伊无贪无贪，所以即款咱咱认为啊，信不信？哦，这个信不信？真正，即摆好好的种代志，即摆若代志一句话听无欢喜，一件事看无欢喜，咱会信不信就了。咱是信不信去报信，这个好老公头天天管做伙，信不？所以这个信不，会使讲种的大会啊。
搁较少。所以咱讲这人啊，兴奋起来，这种会比韩国话的，我就惊啦，所以兴奋，我伊就告诉来讲，基本上还是讲告诉嘛。过程一个出国去做生意，过程较等。那么是想讲，伊想讲呢，过一个人哦，伊开太太遐久啊，过一个人，但是咱物件等来送太太，那个去市内，安尼洗，那个洗来洗去，买不惯，无相干。拄啊，听一个师傅上说，那是咱物件。想讲哦，啊，就买无啊，无啥物件回来看看卖，到底啥物叫做结啦？你结啦，毋是咱咧结啦。啊，讲啥物数据对款。啊，你比如讲，就算天问啊，我试过，我咧卖啥？讲我咧卖一个机器，我安怎卖啊？10两面，你咧卖无？讲好啊，我卖啊。啊，即摆师傅就甲卖。伊讲啊，你无一个对话，我连嘛也记了。我向前向前3步想一下，退后3步想一下。身心气势爱使用，适卡两位做得上。感谢。都白话。讲向前3步小慢慢啊，退后3步个小慢慢啊。你心气的时阵就爱小慢慢哦。爱使用，适卡两会做得上。讲这师傅怎么变哦？哦，你感觉讲都无记得，咱有种师傅其实感觉，我头讲买啊，就记得，就较记得尔。这告诉我3年半年，咱拢过年啊，他就伊就想法等于，因太太讲阮先生家就转来，后来我来离婚了。这个伊的称头。那较早咧高大树吼，咧房间的头前，我全部排过了。伊在到厝当中咧，看到伊的门针头摆有一双查某个，一双查某个。哦，这个时阵哦，伊先生的迄个训练经，迄个脑血就举起来咧。哦，我无理嘅，你头前甲摆双查某个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伊就开始心内开始乌白上白上。现在，就去照发者啊，咱哪个地方？哪边做啊拢是照发，讲去举太多，终于去照发举太多，要开来。一来时阵，那我迄小人讲向前3步上慢慢啊，退后3步上慢慢，而且进3步退3步也上，你无多少钱？我讲，这是伊我想咧上咧在4步当中，我多条件。讲先生转来啊，讲我转来啊，我问你，讲为什么你的咱的村头遐排成查甫的，什么意思啊？伊讲哦，啊就过一啊，我就要输赢你，啊你过来无转来，我就感觉排成查甫的，大了你，大了输赢。哦，讲是安尼，讲是安尼哦，伊讲。就是安尼，哦，有什么？伊想一句话，甲师傅买迄句话怎样？讲真正有价值。在伊咧想的当中，在进3步退3步咧想当中，适卡两会。适卡两会做得成，你在迄个想当中，迄个两会怎样打出来？迄个怎样花落来？你知无？变本来是香啊，变哪？变成俗，变成甜。所以咱逐个心两会的体系就变啦。咱所做的啥物，就是香
即我咱修着一定按阮袂着，当咱咧受的时阵，咱咧想看卖啊。咱咧受的时阵拢无理由，阮家己是老爸老母，我来甲你人开啊。毋过开了，咱国桥尾一失足，一失手，收1000块，一失手啊，收1000块。为虾米7年前？这7年前讲起来，比啥物较多？比迄个福建仔较多，比咱的大较多。为虾米？咱的心，这个7年前难度啊，可以度人，可以度己，可以度咱人的自信，安怎度？世界的度袂当度咱人的自信，毋过咱的7年前这个度可以度咱人的自信，安怎度？就度。这个国家大，这个国家强。我要讲一个过去老邦，老邦一个太太叫做如何？这个如何就是老邦的患难夫妻啊，就是伊两个阿嬷对这个平民百姓到做皇帝，一个患难夫妻。结果老邦做皇帝了，伊搁娶一个妃啊，妃子，我无记哪搞分。这个欺负人，啊，讲的过去皇帝是3妻4妾，这个不平常的。那么这个欺负人，就是这增加公平嘛，增加这个家庭啊，真单纯，啊，无啥物污染。无啥物名利关系啊，啥物虚荣心的污染拢无。可是嫁予老邦了后，伊为老邦生一个囝，叫做老母。哦，即马囝生落来做太子，啊，做太子就做皇帝啊。伊迄个心，伊迄个名誉心、虚荣心，慢慢就掉来。那么看待如何的目睭来，迄个心哦，诚不管，迄个亲人心。道心就掉来，开始要胜利，开始要麻烦。咱老邦死了，不管平安世事了，就开始就把这个欺负人来答应跟英雄啊，甚至家己关伊囝，家己挖伊目睭，家己长骹手，甚至搁家己剃光毛，啊，换伊电所来，啊，讲叫做人主。本来你也想，本来这个地方敢有迄个亲人心去多少？本来这欺负人敢有迄个虚荣心、名誉心，敢有无？但是一旦得到名、得到利、得到权、得到势，你看，咱的虚荣心、咱的名誉心，就这样。本来这个地方伊若无迄个欺负人，伊迄个亲人心去多少嘛会赢？就是因为欺负人伊的名誉心、虚荣心加入杀心之恶，就是因为如何伊的亲人心去多少起到这个发展，你看，哪能输啊？产生比较。所以环境可能影响咱就行，为什么？咱看袂对，咱考虑咱做袂对，咱的习惯无对。今日办，今日讨厌，安尼足够。今日咱无见到啥物人来甲咱讨论，咱足够，咱去问，这个心拢讲是够强。所以咱修道就是要过来的生活，要拄却咱的内咱内在的康乐心、清净。这种是在处在过去，这个关卡已经来甲你说服啊，我透过修道，这个。
既然若是咱做功课，如果讲我若无tham修，若无进修，咱就无这个功课。其实这两个痛苦，信任人才痛苦。你受气人才痛苦，你怨恨人才痛苦。唔是吼怨恨痛苦咧，咱你甲怨恨都痛苦咧。咱若好怨恨，咱无想啥，拢袂痛苦。毋过，咱你甲怨恨的时阵，这人才较痛苦。当咱咧贪的时阵，这人才较傻。咱拢无贪无见，是做无见。这人咧行人要贪，去菜市仔要一粒菜，去空仔去菜嘛就好。真正诶，我看迄个接小的心就大啦。但系，这物件咱嘛去介绍，去摆脱家己的经验，咱大家讲小心。各位先，咱来讲国苦国骄傲，我变较水，骄傲放过；我变较骄傲放过；我变较有学问，变较有才华，我骄傲我放过；我大陆变较济，我骄傲我放过。过去呢，就是国术啦，国术。这博士来讲咧，这个博士吼，无论数学、英文啊，都歹啦。不过咧，骄傲自个，一工你去坐船，你去过，规厝间要学到自然，爱做啥？课牌啊。这嘛，这，你像问迄个村夫啊，讲村夫，你敢捌英文？讲英文我。哪能理解先去修理的？这个程度怎样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讲一个人讲你要捌数学，我数学我嘛捌，哪能理解先去玩？即嘛，全部伊是哪？讲这我都学这，这我这做正常的，这也无啥。即嘛，阵就安尼听，到看中。我去去讲，写转头变过，了后，就问讲，我输啦，你即摆来遐做水，讲我调水水，哪会认真去了？认真去了。其实咱外在的英文算出来好，其实咱无关系。毋过在生死关头的时阵，这是个我在袂晓留意。在生死关头的时阵，咱若不要留意，哪样我认真去了。我无算数，我无英文咧要紧。在咱生死关头的时阵，我袂晓英文、数学咧要紧，但是我会晓留意。我在课当中，我要做来实践，这上重要。人甲你笑讲我无啥，我也无才，也无理，也无名，也无身份，伊拢袂要紧。我也毋捌字，我也毋捌数学，也毋捌英文，我袂晓，这拢要紧。毋过咱有收到。咱在课当中，咱有收到，咱靠收到这个经验，这个牌啊，咱在课中咱可以背诵。这我属人可以非常快。这样了解。所以外在物件无关联生死啊，咱内在才有关联生死。那无讲起来，咱拢做这些人，讲起来做细人无迄个经验，无迄个好的环境。人管唔成，但是要紧，咱这个经验咱都受到，但好咱不错，但不能不错。所以咱的个性、控个性，做上害，种个伤害，伤害咱人的道德，伤害咱人的体，伤害咱人的行为，伤害咱人的。之间的相处，这人愈痛苦，咱愈会爱人做伙；这人愈谦虚，咱愈想人做伙。都自然。这人愈亲切，愈有亲和力，伊愈谦虚，这人经验愈好，伊的经验愈提升。这人是讲伊学问好，什么都好，教都好。
每天大做会考试，只要你反悔，可能做来了科体的大做，只要你真诚的反悔、真心的忏悔，都可以写下来。你真实，可是盖世才华交予上。你有盖世才华，你有充分的去训练爱情的，你但是心中无心，伤甲爱，害人自己罪了。害人自己就提升，伤害家己，伤害人之间迄种和默契，哪会可以做？这才华可以做。迄个博士去迄个作词歌星、交互星，伊有遐学问无多用无？到迄个生死当中、烦恼当中，无用。所以这个程度，我也要习惯，我也要习惯，可以对我的命。安尼上面较好过，真歹讲。所以有修道和无修道，有修道人，咱才有机会到过了这个生死状态；无修道人绝对无迄个机会，无可能。啥物？伊无修道的，伊无修道的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主德性。这个主导性呢，就是你讲讲，不讲讲，咱来放下家己心愿，咱来互相理解。过去佛陀在世时阵，有一个叫阿育王，这个阿育王，那是一个信佛的人，伊真听伊看到修行人伫口前行来，有非常敬敬家己行咧。那么伊身边个大事，会感到疑问。讲王啊，你这咱多为身，咱就一定爱甲这修行人行咧嘛？这为了我们无讲啥。过两天就摕起来低头，摕去互这个大神讲。讲你把这个地头摕去咧，俾我这卖无能用，好啦，王的兵兵就摕去卖啊，卖地头俾我这无能用，咱就卖去。咱今晚拿去甲这条去其他地方，咱慢慢去卖。今晚就准备考察啊，讲王啊，我条已经卖出去啊，好，马仔你搁摕着人头去卖，你若讲。这个人头就是我阿育王人头，卖我这会咁样。哦，这时阵，这个百姓就惊着，叫去卖人头，这王是搁阿育王人头，我大王的名义，来去 SPP 啊。你即摆就所以卖人头啊，卖我这会咁样，这人头阿育王人头，规个市仔就惊到了，拢无半人，拢无半个。多以本金还没人头，卖出去，拢无人卖出去，等于搞菜啊，王啊，卖出去呢，对啊。你讲我今仔日这个人头不比咱们少，人低头，你看这低那是无啥，唔过低头人50两，啊对。你讲我这个人头足尊贵。喂。